澳門特區政府一直積極推行社區支援和健康老齡化的長者政策，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區活動，豐富精彩晚年生活。多年來，在市政署的大力支持、贊助與專業指導下，澳門敬老總會與市政署緊密聯合，協力辦事，累計舉辦27場多元化社區關懷活動。活動包含食品安全知識講座、社區民生宣傳、低碳環保推廣、樂齡嘉年華等豐富內容。尤其在食品安全等各類專題講座中，市政署均主動派遣專業人員親臨現場，開展專業宣講，為長者普及正確權威的生活知識，讓服務更專業、更貼心、更接地氣。系列活動累計吸引超12000人次參與，深受廣大市民及長者的高度肯定與讚譽，取得非常良好的社會效果。當中連續4年舉辦的樂齡低碳嘉年華，更榮獲澳門綠色會展及活動踐行單位殊榮，成為本澳社區綠色發展的優秀典範。所有活動的圓滿落地，皆得益於市政署長期以來的鼎力扶持和指導。有關活動有效提升本澳社區敬老關懷的服務質量，大力營造愛老敬老護老的優質社區氛圍。未來本會將繼續緊密配合市政署，深耕長者服務，用心守護長者幸福生活，持續推動澳門社區和諧進步與可持續發展。保護環境啊，即係叫街坊街里嗰啲人咧，唔好隨地丟咗啲樽啊紙皮有環保處嘅，叫佢交去嗰啲地方，咁咪環保到咯。公共嘅地方咧，就應該要珍惜嗰啲嘢，冇浪費，當自己嘅一樣。好多謝呢市政署同埋咧敬老總會咧俾嗰個平台俾我哋老友記，使到我哋老友記咧受益良多。以後在日常生活方面咧，認識更多咧嗰個食品安全啊，即個深有體會，俾我哋老友記咧認識更多在生活方面咧活得更精彩、更健康。我係參加咗敬老總會好耐㗎啦，又好感激市政署好多時都嚟舉辦各嘅項目，個老友記都係希望有健康嘅身體。咁我哋敬老總嚟呢個平台咧學咗好多嘢，又有健身啦，叫我哋啲人咧係學多好多嘢之中咧係為咗身體健康。都好感激呢個市政署聽呢個食品安全講座，使我哋認識到咧揀咩食物啊，點樣食法啊，保障我哋食品安全啊，使到我哋有身體健康。多謝市政署嘅講座，同埋個講員講得好好，好清晰，使到我哋聽得好明白。返屋企啊，話俾自己啲仔聽，同埋啲孫聽，由我啲孫又俾佢啲同學知道，有市政署咁好嘅，搞好多活動俾我哋啲長者，又開心又成，又希望佢哋咧就接住市政署嘅精神，繼續延續落去咯。現在澳門咧，市政署咧搞到嗰個環境衛生咧就好清潔。條條街咧啲人都好自量，號召咗咧個個都有啲咁啊，即係自量自己，尊重翻嗰個環境。而家咧洗衫咧就用嗰啲快速功能啊，又慳電啦，又減碳啦咁咧盡量用少啲洗啲乾啲機啊，又慳電又慳水啦，又減碳啊，環保啦，係咪？其實市政署喺呢方面咧，其實應該做得幾好。越嚟越多老友記咁係好需要呢方面嘅一個需求，因為踏入老齡社會嘅時候咧，老齡長者咧，佢即係話嗰個人數咧係會越嚟越多，同埋佢哋個變化，佢哋需要嘅咧係會越嚟越多。除咗一啲物質上，其實思想上咧係更加需要去支持呢啲長者老友記。呢個我覺得係好需要，係值得市政署多啲去搞，俾多啲機會。同街坊見到即係打個招呼，第一最緊要有禮貌啲，對佢哋親切啲。咁啊，大家變咗互相咧就會有乜事咧會幫忙噶啦。我覺得而家澳門越嚟越好，就多得市政署啊咁多贊助啊，等我哋長者又開心，街道又清潔又乾淨，
咁有個健康嘅城市咯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個個人生活安居樂業，好開心嘅。多謝市政署，多謝市政署。多謝市政署。